保時捷車主，你哋有冇試過起步嘅時候，底盤突然間會傳嚟噔噔噔噔咁嘅聲音？慢轉彎同倒車嘅時候都會有，甚至行駛過程中換擋會有衝擊。問題嚴重，一直唔處理嘅情況下，柴油加速，動力會好似被截斷咗嘅感覺。唔好以為係小問題就唔理，十有八九係你部車嘅分動箱出咗狀況。如果缺少定期保養，激烈駕駛、急速轉彎，分動箱長期承受大負荷，摩擦片會異常磨損，油液會變黑，同時伴有金屬粉末，從而影響駕駛體驗。呢個分動箱問題就好明顯啦。師傅分解後發現摩擦片磨損嚴重，更換維修組件就可以完美解決問題。維修好之後，我哋仲要進行終檢，通過專業嘅路試確認原來嘅響聲已經消失，亦都唔會有頓挫嘅感覺。維修過程透明，單據清晰，仲有3年質保，用得安心，揸得放心。你嘅保時捷有冇遇到過類似嘅情況？如果有嘅話，我哋後台詳細傾下。